阿先，OK 啊先，我 OK，我 OK 唔講。一路講咯。今日帶大家嚟參觀火車站一個特色單位。Let's go！有3層，而家嚟睇第1層先。我哋而家身處客飯廳位置，長長方方、四四正正 ，OK 啊。呢度有個公民套廁，冇乜嘢睇。嚟啊，我哋睇廚房。嚟到廚房位置啊，呢度有2邊爐入，一邊廳入，一邊茶水間入。喂，有冇杯啊？打咩？好中意飲咖啡。廚房呢度幾骨子啊，要有嘅嘢都有，洗衣機啊，蒸焗爐，有雙門雪櫃。下一站，呢度係1樓位置，做間套房，名廁、開揚、山景，啱晒老人家，樓梯都唔使行。好，跟住我哋上面嗰層，我哋而家上2樓睡眠區。我哋上到嚟2樓位置，一嚟呢度就係偏廳。咁我哋入主人房望望先。好，嚟到主人房位置，首先望到主人套廁，同時你亦都可以當呢度係第2個單位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度有道門，你可以出入搭 lift。跟住我哋睇第2間房，唔好以為客房就細，你睇得到，仲要大單邊。好，我哋嚟睇最後一間套房。好，我哋嚟到最後一間套房，3邊落床冇問題啦。我哋呢度4間房，4個廁所，間房都好大啦。好，我哋睇埋天台。呢度其中一個特色啊，屋入邊嘅樓梯上埋天台。一嚟到有個扎谷池，睇埋個天台位置。哇，你睇下幾大？仲有個塔爐，燒嘢食、踢波、打羽毛球，乜都得。唉，參觀完啦，點啊？覺得靚唔靚啊？10分滿分，你覺得值幾多分？喺下邊留言俾我。Bye。